桃园当日施工要甲铁路地下化，中日启用临时车头，若新的车站发展嘛引起关注。有议员提醒市府要会记过去地下道阿早治安无好的教训。都发局表示会整合捷运、商业、都市更新等等，来打造新的光景。中日火车站头前见到相关破旧无路的景象，完全互人看袂出这竟然是全台女运量前3名的车站。随着桃园铁路地下化当日积极进行，中日临时站启用，故中日车站有计9月拆掉，车站未来发展也引起地方关注。自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很没落了。中立火车前面那个财神大楼一直都没有改建，就一个好像一个障碍。对未来期许我是还蛮看好的啦，因为地下化之后一定会带来这边的经济效益会比较大。跟上时代脚步，就包括了空桥、串联购物中心以及地下道商店街，这个都是现代化车站带动商圈还有嘉惠旅客的最佳设计。议员提醒，新的车站站体除了对着时代脚步，也会记录过去地下道垃圾治安无好的教训。都发局表示，因应铁路地下化推动，也已经重新思考旧市区新发展，鼓励市区为老旧建筑实施都更。从车站专用区的商业开发以及转运的功能，到捷运的共构。那以及周边人行环境还有商圈的再造。都发局强调，旧站的铁路只是一个开始，后手会整合交通、商业、人行环境、都市更新、土地开发、捷运的建设等等，加速车站市区回都市发展，塑造老城区全新风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